这个叫做网式，这个是农夫插秧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前的那个连以前的阿嬷的不离手。我们从事创作几十年以后，那个回过头来，我想要抓住一点点什么东西，网住我以前见过、用过、摸过的东西，就在我记忆中慢慢流失。还有以前拆老房子留下来的材料，或者是别人眼中的废弃物、朽木、铁材、回收品都能雕琢，宣导环保雕刻的概念。主动艺术家曾定瑜把死亡的老树也变成装置艺术品。别人去像拍照、写日记，我用创作写日记。凡走过的都会留下痕迹。曾定瑜细数自己人生路，因为家境只能念到小学毕业，喜欢美术得先顾温饱。做过行业太多，没想到后来能连接到创作上。我以前做农业什么都做了，连挑泥土、那个除草什么都做过。我盖房子，那个土墙的、茅草的，那个什么房子，我现在都会盖。你看一个木头，看你注意看，它为什么会弯到那个纹路会这么弯？任何东西你用很细微的心去观察，你就会走出创造那条路。艺术生活化在曾定瑜眼中，就是要先改变惯性的目光。我去学校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问我说要用什么材料，我看一看，我说你学校有很多啊，树叶、树枝啊，就用那个做材料。年轻时朋友抱怨找不到好的石雕人才，曾定瑜赌一口气做出可以到国际市场拍卖的作品，而后夺得地方美展雕塑首奖、文建会台湾工艺之家的肯定。人家说这个做不好，做不出来，我绝对不相信说做不出来。从秀英到这个底啊，这是海陆腔，不想认输，挑战自己。事先我们说，年属你捅气嘎壁，一步一脚印，即使年岁渐长，企图心一如年轻时，充满能量。年属你捅气嘎壁，年属你捅气嘎壁。谢谢宗仪老师。